平安，今年4月9日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，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依靠我们的上帝，让我们在所有事情当中都有上帝的同在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透过这首诗歌，主，你是我的力量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将我们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是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是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是在乎你。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是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避难所，我的盼望是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是在乎你。我的盼望是在乎你，我的盼望是在乎你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来带领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陪着我们。主，你是我们力量，使我们的高台，你是带领我们走每一步路的上帝。让我们在当中将自己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依靠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得着你的帮助。让我们在许多时候都经历到主，你就围绕着我们，你没有放下我们，而是你在当中帮助着我们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依靠你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高台。主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时时去经历主你的大能就在这当中。主，我们或许不能像所罗门一样，但我们渴慕像大卫、所罗门领受这许多的恩典。愿主你带领我们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。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4月9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3章第1节到第15节。列王记上第3章第1节到第15节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所罗门跟埃及王结盟，娶埃及王的女儿做妻子。在他建造自己住的王宫、上主的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前，他一直让埃及公主住在大卫城里。上主的圣殿还没有建造的时候，人民在丘坛上献祭。所罗门敬爱上主，遵照他父亲大卫的训示，但他仍然在各处的丘坛上献牲祭和烧香。有一次，所罗门到基遍献祭，因为那里有最著名的丘坛。他以前曾经在那里献过成千的烧化祭。当天晚上，上主在梦中向他显现，问他：“告诉我，你要我赐给你什么？”所罗门回答：“你一向对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，因为他对你忠心、诚实，有纯真的心。你不断地给他浩大不变的爱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今天坐在他的王位上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虽然我年轻，不知道怎样治理国家，你还让我继承我父亲做王。我在你所拣选作为自己子民的人中做王，他们多得难以计算，所以求你赐给我一颗善于辨别的心，能判断是非，好治理你的人民。不然，我怎么能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？”主喜悦所罗门的祈求，就对他说：“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、求财富或求消灭敌人，却求明辨的智慧，好公正地治理人民，我愿意照你所求的给你。我要赐给你一颗聪明和明辨的心，是前人所没有的，后人也不会再有。你没有求的，我也要赐给你。你一生享有的荣华富贵，要比任何君王更多。你若顺从我，遵行我的法律和命令，像你父亲大卫一样，我会赐给你长寿。”所罗门醒来，知道上帝在梦中向他说话，于是他回耶路撒冷，站在主的约柜前，献上烧化祭和平安祭，然后设盛宴款待所有的臣仆。让我们再用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默想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3章第1节到第15节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开始进到，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其实大家在讲到所罗门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会想到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所罗门跟上帝求的是智慧，另外一个就是那两个妇女的孩子，一个死了，然后另外一个抱着别人的孩子，然后在那边争抢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确实有这样的智慧在当中，让所罗门
可以好好处理事情。但是这当中，我想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这是比较难得的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上帝也在讲到说，他是比较难得的，他求的不是我要什么，而是在当中他求的是他所要的是能够帮助这个国家，是能够帮助他的人民，而不是我个人私人所要什么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在看的说，究竟我们所求的是什么。就像我们常在说那些政治人物，他很冠冕堂皇的说，我为大家做事情，我求的是大家的利益。但大部分呢，我们再去探讨的时候，会发现他都是求的是自己，只是说的好听而已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，也会来看所罗门当他求这些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是有实际，他已经坐这个位置坐了一段时间了。实际的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该怎么样来求。或许他也花了很多时间，就像我们在看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在处理这许多事情，他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判断谁是谁非，这些事情该怎么样。然而他的岳父叶特罗跟他说，你何必让自己做到这么累呢？为什么每件事情都一定要到你手上呢？你能不能更有智慧的去处理，把这些事情分配下去，一些别人可以处理的给他们处理，不然在你身上都卡死了。你看一堆人在排队，每天都有几千几万的人在排队，你要处理到什么时候？所以在这处理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势必花了很多的心思，所以也花了很多的时间。那何尝不可把这些东西分出去呢？所以当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来看，其实在这当中可以看到所陈述出来的是所罗门很尽心的在这些事情，而他的国势也越来越强。所以在当中讲到说，所罗门跟埃及王结盟。其实在那个国度里面，在那当下，通常埃及这个在非洲的国家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中东那边，它上面是跟欧洲所连接，下面是跟非洲能够那地理位置是有连到的，所以他们再过去一点就是埃及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约瑟他被抓是送到埃及去，然后接着雅各他们也去到埃及那边住了一段时间，住了400年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也就是这样子，有这样的关系，而埃及都会有一段一段的，有一段时间很强盛，有一段弱，有一段强盛，有一段弱。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中东那边也是一样，在以色列那边的国家，有时候以色列比较强，有时候其他国家比较强，所以这时候也可以看到说，这是国势比较强盛的时候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大卫王在所罗门这段时间是国势最强盛的时候，所以后续他可以建造圣殿、建造王宫，也就是他比较稳定的时候，他可以做这些事情。而在当中也在讲到说，相对之下，这个国家也就是埃及，他可能是比较弱的时候，而他比较弱的时候，他为了能够让他的国家比较安稳，所以把他女儿嫁出去，这是埃及很少在做的事情。而在当中也大概就是他国势比较弱的时候会这样子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埃及王把他的女儿嫁给所罗门当妻子。当然所罗门也知道，所以他也不能亏待他。但是这时候他迎娶埃及王的女儿做妻子的时候，是在他建造宫殿、建造王宫、建造圣殿、建造耶路撒冷城以前。所以也就是所罗门他上位其实也没有很久的时候。所以当中当他建造的时候，也可以看到说，他住在大卫城，也就是没有住在王宫。在后面的经文才会讲到说，所罗门他的爸爸大卫王帮他预备很多材料，所罗门开始建造的时候，他选择先建造圣殿。后面的经文我们会读到说，上帝的殿都还没盖好，我怎么样来处理我自己所要住的地方呢？上帝都没地方住，我怎么样来处理我自己的地方？所以当大卫王帮他预备那些材料，他用来的都是先建造上帝的圣殿，后来才是建造自己的王宫。所以在那当中也可以看到，前面所罗门他可能已经有结过婚，
在那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们是会有好几个太太，所以在这当中有这埃及的公主进到这当中，因为还没有建造圣殿，还没有建造王宫，所以是住在大卫城，所以是在前段的时间，所以可以大致上可以这样分，大概他建造圣殿跟王宫之前，以及建造的时候，以及建造之后的事情。所以在这当中会看到，当还没有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可能人民都还在许多的丘坛上献祭。所以当中也可以让我们想到说，以前的人他们献祭一开始不是在圣殿，但是可能会在很多的山上去建造丘坛，去建造祭坛，去献祭。所以他们会在许多的地方，后来会是在圣殿，会在许多的会幕的地方，或许多的殿的地方去献祭。而这些丘坛上，其实也是常常他们去亲近、去献烧化祭、去献平安祭的地方。所以上帝的殿还没有建造，人民是在丘坛上来献祭。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所罗门他遵照他父亲的教导来献上这样的祭，敬拜上帝。所以他仍然在许多的地方，不是在一个地方而已，他也会到各个地方去献祭。我想这也是一个国王，他要去巡视各个地方，也要跟人民亲近。所以在那当下，或许至少会有12个丘坛，因为至少这12个支派在各自的地方就可以献祭。所以在这许多地方去献祭、去烧香、去敬拜上帝，这也是照着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命令，他们需要去献这许多的祭。献烧化祭，献平安祭，也献那赎罪祭、赎愆祭。这许多的祭，至少包含那5个最重要的，以及其他他们随时需要献的部分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也是这样子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也都这样照着他父亲的教导。所以在第2章第3节那边也有讲到说，当大卫跟所罗门说你该做什么时候，他也跟他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照着上帝所说的他的命令、他的法律来做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依然持守住，上帝会继续祝福着我们。所以也就是这样子，当我们继续照着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也就是如此。那祝福他的，祝福到千代；祝福的，上帝也要祝福。但咒诅所罗门、咒诅大卫王的，上帝也会咒诅他们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人们这样去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上帝也继续祝福在当中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大卫王跟所罗门讲的事情的时候，也是在对我们说的，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我们照着这样做，我们就可以领受这样恩典、这样的祝福。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去听，也就不知道怎么做，听了就让它过去了，我们也不想照着做。所以在当中很多事情就是如此，你要怎么做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想要领受那些祝福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来亲近上帝。我们都希望上帝给我们祝福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向他祷告，不愿意敬拜上帝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所做的，也就是照着大卫的交代，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，该来到上帝面前就要来到他面前，该献祭的时候就要献祭。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我们该敬拜上帝的时候就要来敬拜上帝，我们该个人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就要这样做。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也要这样做。我们生命要坦然的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当中这许多的献祭，其实很重要一个点，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建立那合一的关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当作只是一个仪式，都当作只是一个负担，都当作只是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该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事情，都是回到他的原则。所罗门当他的父亲要死的时候，大卫王交代他很多事情，但是也跟他说很重要原则，
就是敬拜上帝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回到上帝面前，跟着上帝往前走。当我们跟着上帝往前走的时候，领受上帝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哪些是上帝所喜悦，哪些是上帝所不喜欢的，我们该做，或者是我们不该做。所以许多事情就是如此。所以我觉得，大卫王很棒，他把最基本的原则、最该持守的原则跟所罗门讲。第2章里面也跟他说，你要你的国家稳定，哪些要处理？该奖赏的要奖赏，该处理掉的要处理掉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，当处理的就该要处理，该敬拜的就要敬拜。所以基本原则抓好，后面就很好处理。所以在当中也讲到说，所罗门他也常常来到上帝面前那边献祭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到基遍献祭，在那著名的丘坛，而且是讲到说，他也曾经在那边献过成千的烧化祭。所以如果用每天都要献祭的话，至少是3年的时间了，已经超过1000次，也可能他在那边也超过3年，在那边献祭。所以可以说，他也常常来到这当中去献祭，所以也常常来到那边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哪个地方献祭比较好？哪个地方上帝比较垂听？哪个怎么样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挑教会，选择教会哪一个地方怎么？有人会觉得，人比较少比较好；有人说人比较多比较好；有人觉得去到哪边祷告，好像上帝比较会听。但是这过程当中，也会圣经里面如果这样一直读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其实不在哪个地方，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将自己摆上，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灵，用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我们不像那世俗的信仰一样，他们会觉得去到哪边比较灵，去到哪边比较有力量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？就像大卫跟所罗门所说的一样。所以所罗门他是王，他需要到各个地方去，他也常常要这样献祭。当他献祭，也就是降服在上帝面前。这个国家不是我在带而已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你的国家，我是你所拣选的王，我让你来使用。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，在基遍那边献祭，在那个最著名的地方来献祭。而当他献完祭的时候，上主的在梦中向他显现。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讲的异梦。或许异梦会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景象，而在当中他所梦到的是他面对到上帝，上帝向他显现。所以在这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领受。在大卫身上，上帝常常跟他说话，常常指示他。或许他是用乌灵土明来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直接向所罗门显现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他并不是那一次献祭而已。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有来，上帝有对我们说话，没有来献祭，没有来敬拜，上帝就不理我们。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并不是偶尔或偶然的来到那当中，前面那段经文在讲的是，他是常常来献祭的，他是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的，他遵照大卫跟他说的，所以他也这样做，他常常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当中他梦到了上帝跟他说，告诉我你要我赐你什么。所以当他在向献祭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敬拜，我看不见上帝，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我没有办法领受上帝有没有对我们说什么。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，他也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敬拜上帝，来献祭。
这时候上帝对他说话，跟他说：“告诉我，你要我赐你什么？”其实，如果上帝这样跟你说，我们会跟上帝求什么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身体健康，让我们怎么样？让我有个工作，让我还有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？我们会祷告求很多。或许所罗门在献祭的时候，也可能会跟上帝祷告，但这时候上帝向他显现，跟他说：“告诉我，你要我赐你什么？”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下，当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跟你说：“某某人，你要什么，我赐给你。告诉我，你要我赐给你什么？”你会怎么样来回应上帝？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去想，当上帝这样问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当然，所罗门可能也在想，到底我要怎么回答？他可能在想，我要怎么回应上帝？所以他也开始把他的一些东西跟上帝说。他说：“你一向对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，因为他对你忠心诚实，有纯真的心。你不断的给他浩大不变的爱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今天坐在他的王位上。”其实这当中，也就是先回来歌颂上帝，赞美上帝。你对你的仆人，你对我的父亲是慈爱的，你对我的父亲有这么多的祝福。也因为他对你忠实、忠心、诚实，有纯真的心，他对你很坦然，他愿意这样来跟随你。所以这当中，你对我父亲这样的祝福，我父亲也用这样来回应你。而且你对我父亲的祝福，也祝福在他的家族，让他的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被那个问题去限制住了，但是我们也会常回来看。其实许多的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也就是在感谢上帝、赞美上帝。上帝是这样的带领，上帝是这样的恩典，上帝施慈爱，上帝在我们家族的作为是怎么样？其实他也在回顾过去我的父亲所展现的是如何，你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其实这可能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渴慕，期待他自己跟上帝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。所以讲到说，你不断的给他浩大不变的爱，是给他一个儿子，今天坐在他的王位上。这是他所经历的，他所感受到的，我的父亲跟我的上帝，或是我的父亲跟他的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过去的人，他们常常讲的是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，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。但这样的关系不尽然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有可能我们是看到我们父亲、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前辈跟上帝这美好的关系，但我们呢？其实所罗门可能也在阐述、在表达，他也渴望他跟上帝有这样好的关系，所以他在谈的都感觉是第三人在看着你们的关系是这样子。我所认识的上帝是我父亲所传达的。是你们的关系有这样很好的关系，我看到这样，所以我们常常也是生命里面先从这样子看到别人跟上帝的关系。当我们听到这许多的见证，当我们看到很多上帝的作为，很多时候都是上帝跟这个人的关系。而很多人在听见证，在看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也跟他没有关系，甚至他的表达是我也渴望有这样的关系。所以所罗门将回答的时候，接着他想要说：“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！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不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上帝，他说：“上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！”所以我看到你跟我父亲的关系这么美好的关系，其实他有这样渴望，所以他回来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上主，我的上帝，虽然我还年轻，我不知道怎样来治理国家，所以当中我年轻，我不知道怎么治理。但是你已经先拣选我了，你让我继承我父亲来做王，所以在我这么年轻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做。
但是你拣选我，你使用我，你让我做这个王位。其实或许他有很多的担忧，很多的害怕，他很多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些事情。所以当他刚坐那位置的时候，大卫就跟他说：你要刚强，你要做大丈夫，你要去承担这一些事情，你要好好去处理这个国家的事情。当然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一些，但是对他来讲，他也感谢上帝，我这么年轻，我不懂得怎么处理这些事情，但是你将这个国家交给我，你让我继承我的父亲来做王，你把这个国家赐给我，让我来领受这些恩典。我在你所拣选作为自己的子民的人当中做王，也就是以色列当中，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看到他所表达的是你这样拣选我，其实也在当中在表达是我是你所拣选的，就像我的父亲，就像扫罗，就像这许多人，过去这许多人，上帝拣选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去经历上帝拣选我们在这些位置当中？不管我们是在我们家庭、在教会、在这许多地方，上帝拣选我们要来做什么？我们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担忧。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有机会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能够来参与这当中的服事。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么年轻，我这当中我没有那么多经历，我要怎么做？我们看到所罗门也是一样，他也觉得我很年轻，他也觉得我没有这么多能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治理一个国家。他还说这些人民非常的多，多的难以计算。所以这当中这些人民大概也有几百万、几千万，让他来看到底要怎么样来带领。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也是几百万人出埃及，所以这人是非常的多。而在当中到底要怎么样来管理，怎么样来治理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常常觉得我没有能力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没有做过。其实我们可以看所罗门也没当过王他可能在当中可能是最小的，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当王子，可能也觉得或许耳闻他可能会当王，但是他可能也没有想过他真的可以当王，所以他没做过，上来才知道怎么做。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，当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如此来回应。这边讲到说，我在你所拣选作为自己子民的人当中做王，这些人民多得难以计算。所以其实他也阐述他的困难，处理这么多的人的事情，他也表达了他的困难。所以当上帝要赐给他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相信他也在梳理自己的想法，我究竟要什么。所以在当中也在表达他所面对目前的情况，他最需要的不是我能够长寿，不是什么我要健康，他知道在治理国家这段时间当中所面对的问题。所以在当中他所求的是，求你赐给我一颗善于辨别的心，能够判断是非，好治理你的人民。我相信他在自己的国家已经累了，已经遇到一个瓶颈了，光处理这些事情就处理不完。就像那两个妇女来的时候，她可能也在想，我到底要怎么处理。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面对很多问题，我们真的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处理。所以他说，求你赐给我一颗善于辨别的心，能判断是非，好治理你的人民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用生气，用很多方式去处理一些东西，很多事情好像处理完的，但是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这样处理并没有处理完。很多事情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个性，用我们的性子，用我们的想法去处理，很多时候也衍生了后续更多要处理的东西。
而在当中好像事情处理完了，其实事情还在后面，有许多的动荡。所以这当中，也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，他求上帝给他一颗明辨的心，能够判断是非，好治理你的人民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能够明白要怎么去处理的时候，能够有聪明的知心，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，知道这事情究竟发生什么。就像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处理表面的。当我们在处理表面，我们会处理不完。但是让我们有一颗明辨的心，真的去处理的时候，慢慢的去把它拨开，能够去处理到那比较核心的问题的时候，后续的问题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常常处理一个，衍生出3、4、5个问题在当中，所以一个问题越处理越多，到后来真的会觉得，那我不要做好了。但是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问题后面的问题，让我们看到那最更真实的问题，去处理那一些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，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，它不是你要什么我给你，而是去处理它真正的问题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这样求的时候，他说，给我明辨的心，让我好好的去处理这些，不然我怎么统治这么多的人呢？这么多问题我处理不完，这1000万的人每个人都一个问题来，我怎么处理？这当中10万个人来，10万个问题，当我越处理越多，那怎么处理？所以让我们有一颗辨别的心。因此在当中，上帝也是看到这个人，他真的专心在当中，他真的一直在思想这个国家、上帝的国度的事情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是需要调整。我们不是一直在忙着前面而已，不是像蚂蚁一样都是在忙前面的事情而已，非常的努力，但是一直在忙着前面眼前的这件事情。我们需要的是去寻求上帝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上帝国，在这国度里面我们要做什么，专注在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，而在当中也求上帝赐下这样的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够用的能力、够用的恩赐、够用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努力在服事的时候，也能够抬头来看上帝的带领。所以当中所罗门在忙这些事情，他专心在上帝的事情，专心在这个国家。当上帝跟他要赐福给他的时候，他也是回来看，为了这些事情我要什么。当我们是一个享受的人，当我们一直在欢乐当中，我们想要的可能更多的酒、更多的娱乐、更多的设施设备，但是所罗门看到的是，我在这些事情努力在做，我都忙不完，那能不能让我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？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服事、在工作、在他的工作当中也是一样，会求上帝帮助他，让他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一个团队，怎么样来牧养自己家庭，怎么样在工作上更有效率。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领导者，或许还没有在一个有些人可以当到主任啊、经理之类，他会慢慢发现，我的能力不足，求上帝帮助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所看到这个人的心，其实也回到撒母耳记里面在讲的，人看外表，上帝看内心。所以上帝是看到所罗门的内心，喜悦他所祈求的，他那个求，他不是为自己的享乐，不是为自己的家庭求，而是为着这个国家来祈求。所以他求的那个给我更多的能力，不是让我有能力去打仗而已，不是让我有能力去享乐而已，而是更重要的是让我有能力去治理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状况越来越好。他所求的是这样子，所以主喜悦他，上帝喜悦他所求的。所以这也是像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有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
所以所罗门所求的是这样子。所以上帝说，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、求财富、求消灭敌人，求的是明辨的智慧，可以公正的治理人民，所以我愿意照你所求的给你。所以这也是像雅各书所说的一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雅各书来讲，就是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滥求。但是这当中我们看到，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。当上帝要赐福的时候，所罗门就这样跟上帝说，而且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求，而且照着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来求。所以上帝说，我愿意照你所求的给你，我要赐给你一颗聪明和明辨的心，是以前的人所没有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所以这国度那样强盛，这国家这么的强盛，是前后都没有的。也就是说，他的状况是胜过大卫王的国度的王朝。以后当然我们看下去，以后他的孩子、他的后代也不再是如此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没有求的，我也要赐给你。你一生享有荣华富贵，比任何君王都要多。所以这可能就是以色列国家最强盛的一段时间，一生享有的比任何君王还多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常常在求这一些荣华富贵，我们常常求让我有房有车有钱有什么有什么。但这边就像耶稣所说的，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上帝也说，你没有求的，我也要赐给你。所以达到那个点，其他的上帝都赐下。这也是大卫跟他儿子所说的，要遵照上帝的命令，遵照上帝的带领。所以他有这样做，他这时候照着他父亲的命令的要求，或照着大卫王的劝勉，他这样做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更大的祝福在他的身上。因为他说，你如果顺从我，遵行我的法律和命令，像你父亲大卫一样，我要赐给你长寿。所以这句话14节这边，也就是如同第2章第3节所说的那些，在这个状况里面，也就是这国家最强盛的，也就是当他们照着上帝的法律跟命令来做的时候，这个国家这个家庭就是这样的强盛。然而我们知道，后续在最后面那边，所罗门他后续开始拜别的神，开始在做其他上帝不喜悦的事情，这个国家就开始走下坡，这王位就开始要移给其他的人了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就如同大卫跟他儿子所说的，也如同这边14节所说的，你若顺从我，遵行我的法律和命令，像你父亲大卫一样，我会赐给你长寿，我会这些东西做祝福在你们家庭当中。当你跟你的后代照着这样做，赐福是源源不绝的。但当你们没有这样做，你们所承担的可能是你们所承担不起的。所以最后所罗门醒过来，知道上帝在梦中对他说话，他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上帝约柜的面前，献烧化祭、平安祭、设盛宴，款待所有的臣仆。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所罗门领受这样的异象，做了这样的异梦，上帝祝福在他身上。当他这样献祭完之后，后续的经文也在讲，确实上帝给他明辨的心，面对这许多事情，他知道怎么做，也让他声名远播。后续也让一些国家的就说听说这个王很厉害，甚至有其他的王也来想要跟他较量一下。在对谈过程当中，也确实发现哇，超级有智慧的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是这样赐福他，当他愿意照着这样做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。让我看到第一个，
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会，我们就不愿意接受。就像雅各书说的，缺少智慧的，向上帝求。所以我们在当中，当上帝要使用我们，我们就勇于承担。然而也感谢上帝，也求上帝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，让我们有相应的这些恩赐来做这样的服事，不再是为自己谋求什么，而是为着弟兄姐妹，为着这个国家来谋求什么。所以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是在看到自己不会的，而是要去看到上帝要我们怎么做。而在当中，当我们要求的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求，不是照着自己想要，而是照着上帝的呼召给我们的使命来求我们这当中所需要的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可能是我们很熟悉所罗门跟上帝求智慧，而这当中他求智慧，后续上帝也把这些都赐福给他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不知道大家听到了什么，在经文当中看到了什么。让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，也让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去看到你这样赐福所罗门王，
或许他也没什么经验，但是他愿意顺服你，他愿意顺服的来坐上这个位置，他愿意顺服的来照着他的父亲所教导的来做，他愿意顺服的去做这许多的事。主，我们常常会去思想我们该怎么做，我们害怕去承担许多的事情。或许他的父亲也看到这一点，就跟他说：“你要刚强，你要做大丈夫，你要真的来承担起这一些。”也让他明白，他需要照着他父亲的话来做。他照着这样做，也就这样去领受了。今天也看到上帝，你就这样赐福他。主也愿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不是只想到我自己要什么而已，而是去看到主你要我们做什么，在当中你要带领我们走到哪个地方去。让我们照着主你的教导，让我们照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做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去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。亲爱的主，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勇于去承担，让我们勇于领受你的恩典，勇于将自己摆上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我们弟兄姐妹，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愿意踏出来，勇于承担你交给我们的，不论是我们个人，或者是我们群体，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站出来，勇于承担你交给我们的。也求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教会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领受你所要给我们的恩赐。感谢主，我们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聚集在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恩典，也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让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上帝对我们说话。愿上帝祝福你。